来到花莲哦，以此本人看做宋楚瑜肢体病嘅花莲严重副困期，造成体客家措施非常好，头一摆公开支持马5批，伊还讲2张日前都已经同宋楚瑜报告嘅，不过副困期咩呼吁县民真当票爱投本亲民党，先前5日副困期安尼公开表态，会影响到有乜嘅起步，也算拍的作用冇，国民党也提注意。花莲严重副困期，就国民党确实太郎500项配件，公开头支持马英九嘅太辉煌。佢讲2008年国前无整合喺科技完事内，2002年整合冇上，为了花莲未来4年的发展，佢会支持马英九。和早头去年11月初就先行向宋楚瑜先广告。我在2个月前就很清楚的跟宋主席报告，我为了34万乡亲。 让马英九继续坐镇台湾，请大家政党要给宋主席一个公道。副困期强调，宋楚瑜系3年的先生，但是为了后山乡亲的未来，佢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，但是呼吁政党票也大部亲民党。强下企图500项是肯定副困期公开支持马英九系孤岛整体。 一方面感动，一方面对他一路走来始终以大局为念这种精神，表示非常的钦佩。副困期讲，未来4年有在危机同两岸之间系咪就安定，所关系到台湾的未来发展，但是却改变会对国家无好，所以希望大家支持马英九。到底副困期的转向同花莲会影响到几多票数呢？其中爆卖后人系咪已经对花莲开始呢？我会先见倒算5日，大家观察的重点。客家新闻总关系花莲报道。